喺剛結束嘅馬季，我哋嘅馬王浪漫勇士6戰全勝，除咗馬會杯係2級賽，其餘5場勝仗，香港杯、董事杯、香港金杯、女王杯同埋冠軍暨遮打杯，全部都係1級賽。當中以無敵姿態包辦3冠大賽，成為香港史上第3匹3冠王，兼且第4度勝出香港杯同埋女王杯，累積獎金突破2.88億，繼續改寫自己所保持嘅獎金紀錄。喺冠軍人馬獎頒獎典禮上，浪漫勇士同季內8戰全勝嘅嘉應高升破天荒並列香港馬王，即係連選馬王都未輸過，締造服役以來最完美嘅一季。我哋而家一齊重溫浪漫勇士6場頭馬嘅精彩片段，見證佢嘅王者時刻，同埋沈集成喺每場勝仗後嘅賽後訪問。浪漫勇士632搭嘅第4啊，後邊嘅馬有埋邊嘉應全城，出邊紅衫白帽安晴啊，後邊3匹有當年情啦，尾二位置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仲係遨遊氣泡啊，中間係知足常樂啊，浪漫勇士響外邊已經係上咗嚟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有直線力山入邊嘅嘉應全城，最後300外邊位置浪漫勇士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仲有隻直線力山，再後多層咗嘉應全城，最後200米浪漫勇士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嘅馬仲有直線力山，出邊上緊嚟就嘉應全城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以一個非常嘅輕鬆姿態受腳贏出今場中銀香港馬會杯啊！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，遠征一輪咁喺香港賽場上面啊，以差唔多1年嘅時間冇喺賽場出現㗎啦。咁但係一翻到嚟香港，已經即刻可以輕鬆贏出呢場中銀香港馬會杯，亦都為下個月出戰國際賽注入強心針啊！係啊，因為我琴日同阿麥道朗咧，我哋都即係睇嗰場賽事咧，估計個步數應該好慢嘅。咁但係慢咧，我哋知道呢隻馬放喺前面就唔中意嘅，佢真係人流住遮擋，而佢有個好好嘅啲雙落闊好嘅衝刺啦，佢做到。咁我哋都即係就算慢步速，我哋都覺得個信心都係好大嘅。浪漫勇士就之前因為有個傷患啦，而休息咗大約8個月啦。呢個康復嘅進展，或者你哋花咗幾多心機去，即係令到隻馬翻去最佳嘅水平咧？我諗我要多謝阿 Lawrence Chan 啦，我哋馬房嘅獸醫啦，佢真係做咗好多即係同我幫我手一齊做咗好多應該要做嘅治療啊，咁同埋阿劉家泰啦，就操住隻馬啦，佢好心機嘅勇士啦。賢仔啦，佢都好心機，但係你見到如果230幾日隻馬拉出嚟嘅，你唔會覺得佢做咗230幾日。啲呢啲係個馬房咧都做咗好多大量嘅工作，好多謝我馬房嘅團隊啦，好多謝馬房賽馬嘅員工啊，都係好盡心盡力好愛惜啲馬。今場佢就擊敗咗主要對手遨遊氣泡大約1個半馬位，其實或多或少會唔會都增強咗你自己喺下個月香港杯嘅信心，再一次贏呢匹3冠馬王？我呢次贏就唔會好難，因為除咗遨遊氣泡之外，其他對手我咪話唔係我啲喺近期嘅方咧就唔係差好強啦。咁但係到下一個月嘅14，你知好多日本又嚟，好多外國都嚟嘅咁到時嗰個對手嗰個層次亦都唔同啦。我覺得係會有挑戰嘅，但係浪漫勇士幾時都唔怕挑戰啦。成哥記得你喺幾次訪問都有公開嗰個直播報文，佢就係經常喺晨操同或者試集啲策劇浪漫勇士，其實報文幫到呢隻馬喺訓練上或者背部上幾多咧？你知報文係一個好疆城嘅騎師啦，都曾經攞到3屆嘅全國冠軍，即係好多謝佢嘅，即係好抽時間，因為你知道都唔係佢跑嘅，都係麥道朗跑嘅。如果除非麥道朗有咩因由啊咁啊唔跑就佢嘅，但係佢好好心機教隻馬，就第一次。有啲考第二次一路咁，佢都好心機嘅教住佢，每一次俾我嗰個報告咧都係好正面。再一次恭喜晒！好，多謝晒！多謝晒！
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啊嘛，仲係名醫嚟嘅禪聖輝煌，跟住第2位浪漫勇士，第3中檔，第4寶來歌劇埋邊直線力山啊，外邊冚上去喎，有利心名媛啊，褪咗喺後邊係健身心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浪漫勇士開始發力推進㗎啦，響埋邊位置有禪聖輝煌，數入去有名醫，內欄嗰邊有直線力山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寶來歌劇啊，最後200米浪漫勇士蝕落去一比就有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㗎啦，見到埋邊禪聖輝煌仲有啲喎，出邊係寶來歌劇啊，最後100米浪漫勇士相當輕鬆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，第2名啊嘛，寶來歌劇啊，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，上場係休息超過7個月嘅時間，翻到嚟香港先攻下中銀香港馬會杯，再嚟到戲肉今場浪琴香港杯，一樣以一個相當輕鬆嘅姿態擊敗對手啊！雖然就去到7歲，將近轉歲去到8歲啦，但係仍然勇不可擋啊！咁啊，浪漫勇士絕對係香港另一匹嘅傳奇馬王。真係有壓力嘅呢次，我覺得，因為之前係贏咗嘉應高升，又贏埋北部啦啲會遊氣泡，咁令到我哋呢場我哋都係有壓力嘅真係，又加埋如果係贏咗第4場，創造歷史啦咁樣係有壓力嘅係咯。同埋浪漫勇士可以話即係之前因為受嗰啲傷患嘅佢而震咗成敗嘅，如果當然佢上一場贏得非常精彩嘅，其實都會唔會仲未話完全適場嘅健康嚟嘅賽事？我諗健康佢又好穩定嘅，不過你要隨住佢嘅年紀咧，即係大家都要知道馬真係隨住，即係我哋覺得佢自己覺得唔係8歲啫啦，我哋知道佢真係8歲啦已經係，即係隨住佢嘅年紀啦，佢有我今日睇到係就算琴日去晏晝係咪上 schooling 咧，我都覺得佢開始有少少，即係有少少可能，咦冇以前咁活躍啦，好似嘅，即係我唔可以話佢老啲，有少少成熟啲或者好似。越知道自己大咗啲馬大咗，佢個身體語言就會話俾你哋聽。咁因為我成日對住佢咁其實我睇到佢已經開始個身體嗰度咧，個形狀嘅 confirmation 咧，開始有啲開始變咗少少，開始走入去路嗰個方面嘅啲嘅。上年浪漫勇士贏咗香港杯之後遠征中國，今年個計劃係咪都係一樣？正如Peter 啦、馬主劉柏輝先生都講咗一場一場計嘅。咁因為通常都做計劃嘅咧，就係劉柏輝先生做計劃，佢會同我哋講，佢會諗得好，佢會用深思熟慮呢4個字嚟話俾我聽嘅。如果當佢一講嗰時咧，因為我哋係馬主、驗馬師、騎師，我哋3個都係一個好嘅 team，即係大家都要互相信任。即係我10分100%對阿 Peter 佢個。佢出嘅意見咧，我係100%。如果佢話去沙地阿拉伯，咁其實我已經準備咗㗎啦，即係去沙地阿拉伯咧。如果唔去，留喺香港我哋爭取北和遊氣泡嘅3冠咁，可能唔使隔咁多年，隔1年就個3冠馬王出現都唔定。呢啲視乎阿 Peter 俾個指示我哋。浪漫勇士自復活以嚟，成哥都好多時同我哋記者或者傳媒講，都係佢已經成為咗長馬房分子之後，都成為咗你家庭成員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對佢嘅感情，你對佢嘅情誼？如果我自己入醫院咧，我就通常譬如我開刀，你知啊，我就叫我老婆車落個中大，我自己入醫院唔使探，我出院我打俾你，你就照我得㗎啦。但係對佢咧少少嘢咧，我都覺得好緊張咯。即係我自己我唔會好緊張自己，但係對佢雙螺絲嗰咧，真係差唔多想喊咁滯。即係見到佢好痛嘅啫，我自己好痛，佢未必話好痛，我自己好痛。咁我覺得就係即係佢係俾咗好多，唔止係我啦，我諗好多香港人都俾咗好多歡迎香港人，同埋即係好多謝我團隊，即係個個都好，即係就算係而家放假接手做嗰個，都係好盡心盡力去照顧佢。佢哋知就係話我哋好緊張啊，啲少少嘢我哋都唔想有任何一啲咁多做錯，即係我手教唔好同我講 sorry 嘅呢啲，即係我哋要記喺腦入邊，要做咗佢嘅，冇得講 sorry 嘅真係，唔好同我講對唔住啊乜，唔使講嘅。呢啲100%，所有嘅心係擺晒落去馬度咯。非常之專業，可以話馬房團隊可以話，我無論喺香港，唔係淨係佢嘅，其他都係，呢隻係零舍緊張嘅啫，呢啲咁樣係。我哋再祝浪漫勇士繼續為香港爭光。多謝你，多謝發時，多謝。
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金鑽貴人直情自己帶添啊！跟住喺第二位係浪漫勇士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，有鴻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咬咗上嚟外邊嘅第4啦，中間第5呢，仲有粉紅帽紅衫係竹園啦，內欄美麗同享大外檔有陽光勇士啊，尾3中檔位置直指大力山，響後邊呢，仲見到標誌銀河入正最後直路，金鑽貴人響埋邊，浪漫勇士率先上嚟過佢，跟住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遨遊氣泡追緊，中外檔竹園呢亦都係拱咗嗰隻陽光勇士追，最後200米到呢隻浪漫勇士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少少掟甩咗，埋邊有金鑽貴人、遨遊氣泡，出邊係竹園大外檔陽光勇士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結果留喺香港，贏出呢場董事杯啊！都睇翻最後200米野馬姿態啦，咁啊出咗頭之後呢，都係輕輕推送啊！而浪漫勇士咁啊，其實今季喺香港呢，都已經贏取咗咁啊浪琴香港杯2000米，咁啊合共呢，計埋頭馬累積咗21場嘅頭馬紀錄啊！咁啊當然啦，董事杯係首關嘅賽事啦，呢個3冠長途王之爭，後邊呢，金鑽貴人第2，第3呢比較近啲啦，遨遊氣泡、竹園，出邊有陽光勇士。我首先要好多謝我哋馬王團隊啦，即係佢哋個個都付出好多啦，當然劉家泰、朱奇副院Kyle或者3個 head 或者其他啲馬夫或者騎馬Victor Leo Andy 全部都好俾心機做佢哋，所以我哋馬房嘅成績都比較穩定啦。咁第二個要多謝麥道樂啦，佢金磚先導，咁佢同呢隻馬真係好中意呢隻馬佢自己人，咁更加要多謝馬主林亞輝先生啦，佢係決定唔去外國，留低浪漫勇士喺度跑，咁佢係有到最舒服真係馬最開心啊！浪漫勇士因為係2000米非常之強嘅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實今次縮翻嚟縮400跑1600米董事杯嘅，喺訓練上或者其他過程上，你認為最大嘅難度同埋最大嘅挑戰喺邊度咧？其實佢就唔係話未跑過嘅，跑第2嘅都係。咁但係佢而家嚟講，啲成熟咗啊，各方面佢都好定。佢比喺出外國，譬如去日本佢都係比較急嘅。去杜拜去翻去到2歲都係急嚟到呢度咧，佢就好 relax 嘅馬都係。呢個啲我哋之所以好中意嘅馬，如果係來香港馬，我哋覺得1600、2000同2400我都覺得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。嚟緊事關香港金杯就係回師翻浪漫勇士係首本路程嘅，其實經歷過金像贏得咁輕易之後，其實某程度上係都令到你個信心可以話講大咗。浪漫勇士翻都俾我哋好大信心同埋好大支持。咁我覺得就算馬翻2000，我哋都有好有信心嘅馬路。再一次規集成功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依然佔先，有美麗同享啊，按請第一隻上嚟挑戰啊，第3位有浪漫勇士，外邊遨遊氣泡，揈到最出天象龍區，後邊係竹園嚟噶，最後直路啦，美麗同享埋邊，中間有安請啊，浪漫勇士一蝕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噶啦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追上嚟噶嘛，有天象龍區，馬林中間係竹園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俾幾步，最少拋離3個身位，贏出今場花旗銀行香港金杯啊！跑第2名安請，第3名天象龍區無險東啊，第4名係竹園啊！結果呢匹浪漫勇士遠征之後，今季復出，連埋今場啊，已經幾場賽事未逢敵手啊！3冠長途系列上場頭關1600米董事杯輕鬆贏，嚟到今次次關香港金杯2000米一樣輕鬆贏馬。而浪漫勇士頭馬數字亦都累積去到22場啊！雖然本身都去到8歲嘅年紀啦，但係戰鬥力依然強勁啊！浪漫勇士嚟緊嘅目標，咁啊當然放咗喺4月份嘅女王杯，同埋5月份3冠長途尾關嘅2400米遮打杯。因為呢場係比較得動隻馬啦，我估唔到啊，即係有啲咁嘅馬大啦，咁我覺得贏係合理嘅，但係都啱唔到贏咗4個馬位。而且時間1分59秒77啊！點樣解讀呢個時間？今日場地掛牌嘅人好正。咁前面嘅步速都係會快啦，同埋佢都好輕鬆我覺得2000你知啦，佢都係跑2000係最好嘅啫。咁2000對佢嚟講係好輕鬆，佢到落去都好熟佢咁。咁今日嗰個 tempo 又啱佢，咁樣樣都係賺到佢嚟一個好完美嘅 position 嘅。你
個嚴嘅位置啊，都係做得好好啦。而家浪漫勇士就喺今屆三冠馬王過咗2關啦，最後一關就係5月底嘅遮打杯2400米。佢跑遮打杯嘅次數或者跑2400米次數就比較少啲喎。其實嚟緊會點樣即係部署佢哋去即係佢嗰個韌力啊進一步增強？呢個運動好容易，我哋唔會話刻意話咩整多2、3圈啊嗰啲，我哋主要因為都8歲啦，我哋主要係令佢開心啊，主要令佢舒服啊。我哋會成日都 keep 住睇開心啊！佢咧翻去又俾啲黃馬俾佢啊，咁有時佢哋跳得好嗰課啊，我哋特登又俾啲黃馬俾佢獎下佢啊。佢好容易佢真係你俾啲黃馬佢開心啊！我啲馬房個科技都好食。如果浪漫勇士成功贏埋遮打杯就係史上第3期嘅3冠馬王啦，亦都係成功第一批訓練出嚟嘅3冠馬王。3冠馬王對你嘅即係意義係點樣咧？我覺得而家就算做乜都好啦，佢已經係呢個套用阿馬朱劉費輝先生講，你超過10倍，其實我覺得唔止10倍應該係超過好多倍嘅啫。即係佢做乜嘢我哋都好欣賞㗎，我用一個好感恩、好欣賞嘅態度而家對佢咯。如果跑得好話，掌聲鼓勵；如果有咩嘅，我哋會小心睇清楚。你真係再有一次嘅，我哋就會將佢我唔想去辛苦，我會將佢同好大力建議，就將佢睇下揾個好嘅地方安放佢，等佢舒舒服服。近少少啊，下一場係跑翻2級賽嘅主席錦標定，跑呢場直接跑4月尾。我哋跑4月嗰場女王杯，應該跑完女王杯先跑遮打杯。要等佢有成半年嘅時間去休息。係咯 ，OK 啦，因為女王杯咧佢都好解輕就熟嘅，咁我哋申請定同阿麥當勞講定佢過嚟咁樣。再次舉手成功，多謝你，感謝你，多謝你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啲優勢，見到神之禮咧開始逼緊啲噶啦，埋邊有御冠軍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先，再見到埋邊偷位上有球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先有同工之妙啊，後啲嘅馬匹就蒙面舞會，最後300浪漫勇士外邊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後邊追上嚟噶嘛，有同工之妙，出邊上咗蒙面舞會啊，埋欄位置就係呢隻御冠軍，最後100零米浪漫勇士拋離群區。贏出呢場女王杯，外邊追上嚟蒙面舞會第2，同工之妙第3，第4名埋邊係御冠軍啊！呢匹浪漫勇士8歲嘅王者啊，計埋今場已經係4度出戰呢個女王杯，全部都凱旋而歸啊！亦都結合埋今場賽事，浪漫勇士已經累積咗14場1級賽嘅冠軍，戰績輝煌啊！咁啊，相信嚟緊下一個目標一定會放咗喺5月24號舉行嘅2400米遮打杯，大家不妨拭目以待。即係冇乜講啊！真係，除咗講多謝浪漫勇士真係，因為真係好 tough 啊！真係話真係，我好多謝我可以遇到佢哋，佢都好多謝可以遇到我啦！我覺得，即係我哋同馬主啊，同麥道朗啊，我哋呢幾個都係真係好夾啊，做得好好添嘅。浪漫勇士好多時出賽都係1號馬嘅身份啦，但係今次有少少唔同，佢係2號馬，因為1號馬蒙面舞會嘅國際評分就高佢少少。其實賽前你點樣評估呢班對手有冇機會真係溝到雞咧？一定有機會啦，因為佢跑斯皮格倫島跑20公里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佢成條直路都睇日本係600多啲嘅，咁成條直路鬥起隔離隊都好勁嘅，真係佢話。可能我今日有啲可能未適應啫，應該係。如果適應咧，就唔會咁多。浪漫勇士嚟緊個目標，下一場會唔會真係就係5月24號挑戰3冠馬王美軍？呢一個要同阿馬主劉柏輝先生商量，但我覺得都冇可能唔去挑戰啦。我覺得應該係，因為贏咗第一有1000萬嘅 bonus，第二就係我遊戲班上年都可以攞到啦。咁今年我哋可唔可以複製下去？希望都可以啦咁樣。佢哋呢場賽事大概仲有1個月嘅時間啦。其實喺浪漫勇士嘅操練上安排或者係休息時間嘅咁樣，畢竟佢自己都係一匹8歲馬。其實啲做好晒㗎，呢個已經諗好晒點樣操、點樣做啊、點樣安排啊、點去試習定唔試習啦，都有咗一個好初步嘅計劃做呢個。因為呢隻馬係唔食緊張，所以好早就已經係諗咗點會去同佢點樣做呢條路。呢
2400米就浪漫勇士喺呢個路程嘅證明就比較少啲啦。其實你自己對2400米浪漫勇士 handle 呢個係點樣睇咧？其實有啲擔心啊，因為淨係跑嗰一次就輸俾帳篷嗰時係，但係嗰次就係潘頓好中就出咗頭，咁呢隻馬就唔係咁早出頭好啲嘅，尤其後生時有啲鬥口添，就希望有啲好嘅馬或者做下步速啊，見到佢可以聽到，因為根本咁長啊，你見佢可以忍住啲啊，唔需要爆嗰段出嚟啦。再次恭喜曬成個總段，女王杯恭喜曬你！多謝個馬迷，多謝支持浪漫勇士嗰啲所有人，多謝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前面浪漫戰神仲係佔先嘅，數字天文開始喺外邊咧就逼佢噶啦，後邊嘅第3位有大怪奇擁咗浪漫勇士出去，埋邊利心名媛偷位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象龍區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浪漫戰神埋邊鬥緊數字天文啊，外邊浪漫勇士追緊，中間壓住嚟跑，仲有大怪奇啊，最後200米啦，見到透出仲係呢隻數字天文鬥緊呢隻浪漫戰神啊，外邊浪漫勇士上緊嚟，後邊嘅馬仲有大怪奇，最後100米都數字天文佔先，但係浪漫勇士不乏王者本色，終點前將數字天文趕過，大怪奇第3、第4名呢好近㗎，埋邊浪漫戰神，出邊天象龍區啊，咁啊真係再次見證到多一匹3冠長途王者嘅誕生，記住佢嘅名字就係浪漫勇士啊！而今季浪漫勇士選擇留港出戰，咁啊結果計埋今場啊，先後已經橫掃咗6場頭馬，當中有5項係1級賽事添啊！而3冠長途王嘅系列，首先第一關董事杯，第2關香港金杯，嚟到第3關遮打杯，浪漫勇士都一能夠乘風克服挑戰。我感到好光明啦，即係我可以訓練到浪漫勇士啊，一匹咁出色嘅馬啦，真係所有練馬師嘅夢想，呢個係我好幸運嘅有再加上我馬房嘅團隊啦，佢哋個個都好盡力去做啦，同埋馬主劉亞輝先生嘅每一次都做得好啱嘅決定啦，加埋我哋有世一麥道羅騎師，我諗呢個係好成功嘅做法，但係真係好多謝各方各面啊，各個馬迷啊，馬會去帶咗呢隻浪漫勇士嚟香港啊！呢各方各面都要好感激，同埋真係，仲要浪漫勇士真係好勁嘅，真係佢真係一個天才馬，8歲，你知我哋6歲都講老馬啦，而家8歲仲要有個羅斯喺度阻住佢嗰個葫蘆嗰度，呢個實在呢個真係好驚人，呢個好感人，好感動呢個事蹟係。喺最後直路上邊，數字天文鬥得非常之激烈啦。其實都有冇預計過呢匹對手係可以帶俾浪漫勇士咁大嘅威脅咧？其實冇嘅，其實都好似都係大怪奇啊！呢個因為啱啱贏咗2場2級賽好嘅，但係不嬲都數字天文都係好準嘅一隻馬啦，佢有佢呢個位。但係賽前就諗住大怪奇會好啲嘅，咁啊諗住係跟住輸住喺度俾佢啲俾佢放鬆啊，佢直路先出嚟衝啊咁樣嘅。賽前都同啊。今朝同麥道路喺落機，我哋已經電話聯絡，覺得係做呢個部署㗎啦咁樣。呢場都係浪漫勇士佢生涯第54場頭馬，佢下一季嘅部署，成哥有冇啲 idea 咧？而家就係諗住佢今次考完就一定走算啦，咁就同阿 Peter 商量，送去呢個從化俾佢放下假，因為我問過大衛希斯先生咧，嘉義高升都係喺好開心嘅話喺從化嗰度。當然從化係好啦，但係如果係咁樣，我就會多啲人上去睇住佢啦咁樣，即係都等佢有個即係假期啊，咁啊都亦都係一個好舒適嘅假期俾佢。然後下一季嘅時再下一季再講。再一次恭喜曬成哥，恭喜曬你！多謝多謝多謝各位同埋馬迷嘅支持，多謝。OK。最擔心係第一場，因為上海羅斯復出都唔知道係會咩情況就發生嘅。咁如果場都好好，再跑得好好。咁如果我最緊張可能就係遮打杯個場，我亦都贏得比較經驗一啲。咁中間香港杯就會係都係最開心咯，因為仲可以贏日本馬。呢個所有都睇埋香港杯嗰場之後，我哋先一場睇一場咯。咁香港杯之前可能打一場熱身。咁香港杯坦白講，如果跑得唔好，我會再退役咯。即係我唔想睇佢不斷咁輸。
但係如果仲係好精神講得好好嘅話，我哋真係會考慮會外出多次都唔定嘅。但係呢個係未定。咁但係熱門暫時喺澳洲麥道朗，因為Danny 都同我講過，或者佢同麥道朗傾好多次，咁可能佢大家覺得隻馬如果去澳洲咁廣闊嘅地方嘅話，有佢照顧嘅話，就會好啲。咁但係都係未定案嘅。不過如果問我，而家大熱就係澳洲。Romantic Warriors on his lead, he's on lead, over Luxembourg, he's going at great pace, straight